參加完呢12堂都好開心嘅，成個課堂嘅氣氛都好融洽，即係其實都冇乜世代嘅隔膜。平時生活入面呢，好少同長者相處嘅，咁原來發現同佢哋相處都好簡單，即係大家都好似朋友咁，可以傾到偈啊，大家玩下笑下咁樣。有得同班長者一齊玩呢，我覺得係有唔同嘅體驗，佢哋會令我更加開心咗同埋放鬆啲。我以前呢會好 focus 喺好多踢呢上面嘅 dance class 啊，呢個活動呢，可能我哋都會係互動嘅形式比較多啦，即係我覺得係用一個跳舞嘅模式去同其他人溝通。對藝術呢兩個字有一個新嘅睇法，我哋對藝術都有個既定嘅印象，可能話要玩樂器好叻啊，跳舞好叻，畫畫好靚。經過呢12堂之後，我哋就發覺其實藝術係可以好融入到我哋嘅生活啦，或者喺日常生活中嘅所有嘢，其實都可以係藝術嘅一部分。其實建築都可以返去一個好貼身、好近我哋生活日常嘅一部分，行過嘅地方、掂到嘅嘢、見到嘅嘢、好日常嘅嘢，其實全部都係俾建築包圍。然之後我哋再點樣喺當中去攞返某一部分去做返個創作，我覺得呢樣嘢都好神奇咯。